虔诚听讲，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6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6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13节，就是解说甲尾啊算倒来第2节。就是香烟直观做客，咱即马应该呢，要来说来解释下面。下面就是11月13日，千新刊并所传200余回。次年7月出刊，弟子方便。以乡年相记，文人一念出手之际，乃以铁叶七部，过河书经入塔，忽以塔内别光出现，地上长天3日失散。即嘛应该呢，要来解这段意思。在前面所讲的，就是讲，因为广州、潮州、新州所有的这官僚，以及慧能大师的出家弟子在个信徒，个个呢，拢要争慧能大师的真心，就是要将伊的热心请伊供养。最后的办法。就是烧香向慧能大师家祷告，结果呢，伊的香烟就安尼透对做客迄个所在。那这个做客呢，就是宝林寺，所以对于这个宝林寺，在这个所在，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个宝林寺就是在咱中国的广东省潮州府，在潮州府南边60里迄个所在有一个做客山。宝林寺呢，就在迄个做客山。现子寺的名叫做叫做南华寺所以当时的宝林寺就是现子寺的南华寺。这间寺呢，将伊的历史演变到即阵呢，已经有几落的变化。最起初就是梁武帝天监元年，有一个印度的法师，名叫做地狱三藏，经过迄个山，就料想讲，搁在170年以后在这个所在一定有玉心菩萨的出现。那这个玉心菩萨所指的呢，就是慧能大师咯。迄当时阵，受这个潮州的幕僚敬重之，就照上皇帝那么就起这个洞舍，就是讲起这个道场。也所属的一个乐就是讲属寺名呢，就叫做宝林。到东条高宗梁肃年中六祖慧能大师呢，在迄个所在有拄到武进宗比丘尼。这个武进宗比丘尼，知影讲六祖慧能大师毋是一个普通人，因此呢，就对因迄顶的人甲因宣布，迄当时阵呢，有一个名叫做周吉良，伊这个人呢，就搁再来去复兴这间寺。复兴这间寺，慧能大师伫遐只有住9个月，又搁再互迄个恶道呢，甲伊赶了。结果呢，就在怀会避难。到东条的第3代高宗
义丰2年，迄当时阵啊，这个慧能大师才个倒转来，踮遐呢来宣扬禅宗。因为迄当时阵一来所在呢无够快，结果呢就搁在扩充有一个叫做丹阿仙这个人呢，就将土地贡献给寺里，然后呢就搁在扩充。到这个中宗的新隆元年12月，就受托改做中兴寺。那迄呢是在唐朝第4代皇帝中宗新隆2年，也就是纪元706年迄个时阵。到中宗新隆3年迄个时阵，就搁再该修正，搁再该重建，又名叫做法转寺，和这个法转寺的名。慧能大师呢，在先天2年8月，在新州国营寺完结了11月呢，真心就将那个迎请等于也宝林寺。那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离开世间已经相当久了，到唐朝第10代皇帝宪宗元年宪宗元和10年，这个宪宗元和10年10月，迄当时阵呢，这个宪宗皇帝就赐慧能大师名号做大感禅师。那这呢是慧能大师已经圆寂102年，就是讲圆寂100多年以后的代志。这间宝林寺在宋朝第1代宋太祖迄个时阵，由于战乱，所以呢，拢叫火烧去。连佛西慧能大师的塔也烧去。过无偌久呢，将这个寺甲塔拢甲烧好势，也寺名呢就改叫做南华寺。所以咱来了解东基寺的祖客宝林寺现主寺呢就是南华寺。那谈起这个宝林寺，除非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宝林寺以外呢，还搁再另外别个所在也是有宝林寺。那迄个宝林寺呢，就是在浙江省金华府迄个所在，另外有一间宝林寺。当然是这个宝林寺在韩国的所在也有所以这个宝林寺名称同款当然呢是袂使甲伊染唔对。咱即马将这个宝林寺的一段因缘，就是讲简单的历史向各位介绍了。就是讲，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伊的香烟是将咱呢寄对做客宝林寺，所以在迄年的11月13，就签伊的新刊，伊就甲所传的衣钵仪会。就是讲，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希望要等于宝林寺嘛，所以结果呢，就将迄个新刊甲伊签等于。那伫遮所讲的这个新刊，就等于是一个桥啦。三面呢拢有顶房头前迄一面呢是有一个门。祖师呢就将呢互伊坐伫迄个内底所在。虽然是讲伊圆寂啦，但是呢，伊也阁是坐好好的伊并不是讲倒咧，坐好好。这个新刊伊就甲将五祖弘金大师所得来的衣甲帛，规个呢拢转去宝林寺。
直接叫做讲回者，就是讲伊本来是伫宝林寺住较久，才来国营寺的，所以结果呢就等于宝林寺。等于宝林寺次年7月出刊，次年呢就是咧自唐宪宗开元2年，因为在前一年啊，这个纪元啊，甲伊改过去啊，本来就是属于先天，但是宪宗也国号先天时间真短，在先天2年迄个时阵就改做开元，所以伫遮讲次年7月出刊，这个次年呢，也就是伫咧指开元的2年。这个开元的2年应该啊，就是西元714年，714年离开咱现在是已经超过1200多年，迄当时阵，也可以讲着做慧能大师啊，离开咱现在是呢已经1200多年啦。出刊呢，就是讲将伊的热心啊，将呢甲伊摕出一个刊啊，地址方便啊，有一位这个方便呢，当伊是一个会晓装佛像的人啦。这个方便呢，就以这个乡年相记，乡年相记，这个年就是土咯，乡年就是讲有芳的迄个土，也可以讲有透这个芳沫咱香啦，香沫透土安尼，甲伊香这个香就是甲伊固的意思，甲伊固在六祖的身躯，等于呢。就来装这个六祖的金这身躯的意思。那咱现在是在实际诸方菩萨伊的热心呢，是将个安金的啦。然后照这看起来，六祖慧能大师呢，是用过这款的特制图来给包起来。文人忆念出手之记文人就是讲伊遐的文下弟子。讲这个文下弟子呢，忆念就是讲回想着，有想着啦，想起讲这个出手之记，出手就是讲有人呢会来甲伊要摕伊的头壳，之记，这个记呢就是医生说明的意思。那这个文人忆念出手之记，这个文呢？是记载在62页，咱看62页对头算倒来第5章就可以了解。又问朽木幽难朽，史月5灭朽5、6年。当有一人来处我手，天我kỳ月，头上永亲，口里私参。二万之难，用你为官，这个就是当于是六祖慧能大师咧，自己将会发生的代志呢，先甲伊阐辩，所以伫遮才讲做文人忆念出手之记。因此呢，就用这个剃削7步这个剃削就是剃片，就是将迄个剃安尼甲伊。对会一片一片，安尼薄薄安尼，也搁再呢，将这个布，甲伊包咧，甲伊插落去，固互丝巾入塔，这样呢就坚固慧能大师的迄个阿妈棍啦。这样呢就甲伊请入去塔内底，恐惊讲伊的头壳去用甲扑起啦。所以结果呢，就将安尼来甲保护，莫互人头壳去莫互人来扑这六祖慧能大师的头壳。讲忽以塔内白光出现，就是讲忽然间在塔内面就有这个白光出现。
白光就是讲白迄个光哦，白色的光啊，就照出来。呀，这个白光呢，直上冲天，就是讲直直啦向面顶，也冲对天的所在，三日四散。就是讲这个光啊，安尼一直冲对天顶去，经过3工了呢，迄个光才散去，迄个光才无去。这就是表示六祖慧能大师伊的随想。哦，在离开世间迄个时阵，就异乡远逝。也即马要甲伊请入去塔内底呢，又是白光出现，直上冲天，三日四散。这拢总就是慧能大师伊的德之所感化。下面小舟造文，风托立笔，记事道行，书春秋70有了，连24团衣，39作法，说法理性37载，书法43年，五道超凡者，目的其所。即嘛后面这是属于总结啦。小舟造文，也可以讲这个小舟的歌呢，也造文，就是讲听到这个报告，就风托立笔那么也可以讲这个小舟的次数，听到上面那么皇帝方面就有来给命令。那在迄个时阵呢，就来托人来立这个笔，奉托立笔就是讲收到迄个命令就来做迄个笔的意思。记事道行，就是讲来记慧能大师伊道行伊道行也就是伊一生的书籍的意思。也这位慧能大师伊的一生的书籍又是如何呢？讲书春秋70有了，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伊的春秋有70粒。这个春秋是年龄一年有一个春，甲有一个秋，所以春秋就是表示一年的意思。这位六祖慧能大师是在东条太宗皇帝，东条的第2代太宗皇帝，贞观12年2月7日出世。到东条第6代皇帝就是宪宗。宪宗皇帝先天2年，就是开元的元年啦。8月3日离开世间。伊出世迄一年，若是约西元就是638。也离开世间迄一年呢是713，所以呢就是76岁。76岁就是约咱中国岁所算的。你若是讲算足岁就是只有75岁，因为咱中国人呢，毋是算足岁，是算一个咱出世迄一年就该当做一岁那个算，所以变成是76岁。伊呢连24团衣，就是讲伊24岁迄个时阵就团衣，就是讲在迄当时阵呢，伊将伊的故乡交甲黄梅去找弘忍大师。弘忍大师互伊伫遐住无几个月就将法传互伊啦。所以伊得到法呢，才只有是24岁而已。遐39作法，甲39岁了呢，才作法。
这个祝福的时阵呢，就是当高宗义方的元年，就是676，在正月15迄一天来祝福2月7日呢受祝戒。这个祝福的这个祝就是断的意思，就是讲该创的灯叫做讲祝啦，就是讲该创的灯会变较短了。他们甲交的灯，他们会变较短了。这个就讲祝福。咱以后呢，就将出家人把他们提起来修改，做出家人，安尼名叫做讲做祝福。这个祝福呢，那咱现主时啊，可能呢就名叫做讲做完定，做这个完定仪式。伊39岁迄一年，不但是做完定仪式，也受基祝戒。伊24岁就得法，为什么到39岁才祝法呢？这个中间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伊爱稳起来，爱来去避难的时阵，在前面啊，咱已经也讲起真清楚。六祖慧能大师呢，是一位非常有慧根的祖师大德，在五祖的门下。五祖弘忍大师虽然是知影讲法应该是和六祖慧能大师得，但你若是讲无正式宣布，无正式叫因提出因的开悟机出来，安尼就将法来传予六祖啊，当然呢就会引起问题。所以有一天宣布讲我要退休啦，恁个人啊赶紧做一个开悟机来，做一个见性机来。什么人来见性，我就要做这个法来传予你。但是，在时来做领导者的新秀大师啊，伊所做的是一种的修行机，是一种明心见性的开悟机。因此呢，也听都已经看出来，也六祖慧能大师以后，搁再做一个见性机，五祖呢，才真正肯定啊，将法传予。但将法传予迄当时阵，伊的身份呢，可以讲就是在五祖门下，伫迄个精美经，伫咧精美的一个苦行者而已啊。五祖呢，将法传予也无迄个时间啦，好甲伊完定好互伊变这个出家相。所以，迄当阵，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应该就是讲，伊也未出家的身份，也未经过正式出家的身份呢，伊来去得到这个法，得到这个法了，到尾啊，已经秘了10几年，甲遐拍来做伙秘10几年了啊，就出来啊。那出来时阵，拄到这个印宗法师，就在印宗法师的所在，去互印宗法师认到，从而呢，才该举行完整的仪式。然后呢，再搁再来邀请当其时遐高僧大德啊，在迄一年的2月7日来甲伊受基祝戒。这就是遮所讲的39祝法。那伊得到法了，经过15年以后啊，才是现出家相。从这个所在就可以了解禅宗伊的法门啊，有伊的特色。就是讲，虽然迄当时阵六祖慧能大师在外表的形式上，伊是也未现出家相，伊是也未受过戒。但内心呢，已经是明心见性了，所以法呢就传予。所以这个法的传，名叫做依心印心，完全啦，拢是属于内心的情形。也就是讲，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在内心确确实实已经有体会到禅宗顿教的法门，安尼这个法啦，就是去互伊得到。
得法呢，并毋是得外表的，乃是得自于内心。虽然是五祖有将医将钵来传授的，这只是一种的信物。信物就是讲一种证件啦。比如讲，咱若问六祖慧能大师讲，你伫五祖遐得着法，你有啥物款的证件啊？无？证件就是医甲钵咯。摕出来互看讲，这医钵就是六祖传互我，这五祖传互我啊。那安尼呢，当然啦，就是有一个证件。那假如讲若是无一个证件啊，安尼要讲互人相信啊，人就无容易相信。所以医甲钵呢，这只是一个证件而已。重要是法，这个法呢是得自于内心。这个法呢是无形无相的物件，因为这个法是无形无相的物件，所以根本呢就无需要着在外表上讲他是毋是完整啦，是毋是有受戒啦。因为伊本身确确实实已经明心见性。已经明心见性的人，虽然是无该做完整的仪式，但伊的心呢，已经是老早出家啦。伊虽然是未在形式上受戒，但是呢，伊老早呢，已经得到戒体，已经呢，依照这个戒体来去伫奉行啦。以后搁再改完整啦，搁再改受戒啦。这只是依照着佛门的规矩来甲伊做这个仪式而已。所以咱必须了解，六祖慧能大师伊在24岁迄个时阵，在五祖的门下来得到衣钵。伫遐呢，必然有15年，到39岁，才是作法。这是正式来去出家，正式来去受戒。即嘛讲到这呢，就是伫说明六祖慧能大师伊一生的事迹的一部分。注意，请听众，咱今日这部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即嘛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